歡迎嚟到懸疑檔案。Northampton 係英國最大嘅城鎮之一，佢坐落喺倫敦嘅西北部，係高級手工皮鞋業嘅中心，亦都係一座充滿歷史同埋文化魅力嘅城鎮。2022年3月19號，一陣警笛聲劃破咗小鎮嘅寧靜。之後，警方就喺一間屋嘅花園度挖出咗一具半木乃伊化嘅男性遺體，場面觸目驚心。如果唔係兇手喺日記度寫低咗自己嘅罪行，呢單命案可能永遠都唔會被揭發。呢個消息震驚咗成個社區，因為大家都冇辦法相信兇手竟然係一位備受愛戴嘅小學老師。今日我哋就嚟講下呢單當年轟動一時嘅謀殺案。本案嘅受害者叫做 Nick， 42歲，係一位建築工人。驗屍報告證實 Nick 嘅右頸有一處3.7厘米闊、6厘米深嘅刀傷，呢一刀割破咗佢頸部嘅靜脈，並刺穿咗佢嘅食道同埋氣管，導致佢失血身亡，講明兇手決心要置 Nick 於死地。事實上，喺 Nick 嘅遺體被發現之前，佢已經失蹤咗4個月。Nick 生於1979年，係屋企嘅大仔。Nick 喺朋友圈度好受歡迎，用佢媽媽嘅說話嚟講，佢就係一個友善並帶住淘氣笑容嘅男仔。Nick 喺工作嘅時候認識咗一個叫做 Andrea 嘅女子，雖然佢哋一直分分合合，但係 Andrea 都係喺2019年為佢誕下咗一個仔。仔仔出世之後，佢哋亦都冇結婚。根據 Andrea 嘅描述，Nick 雖然放蕩不羈，但係佢並唔係一個壞人。事實上， Nick 一直都有一位拍咗17年拖嘅同居女友 Fiona。Fiona 比 Nick 大6年，係一位活潑開朗、善良有愛嘅小學老師。佢熱愛佢嘅工作，有責任心，對學生亦都好有耐性，從來都唔會鬧佢哋，反而係同佢哋建立亦師亦友嘅關係，並盡心盡力咁幫佢哋解決課業上嘅難題，所以好受大家嘅愛戴。就連校長 Claire 亦都對佢讚譽有加，並認為 Fiona 係當地最好嘅老師之一。雖然 Fiona 喺事業上非常成功，但係佢同 Nick 嘅感情就出現咗問題。喺 Nick 失蹤嘅幾個月之前， Fiona 發現咗 Nick 出軌，而且仲有私生子嘅事。雖然 Fiona 非常傷心，但係佢並冇選擇即刻分手，反而係同 Nick 一齊參加情侶輔導，嘗試挽回呢段感情。當時 Nick 寫咗一封信俾 Fiona， 佢喺信入邊同 Fiona 道歉，佢承認自己嘅錯誤，仲承諾之後唔會再忽視 Fiona 嘅感受，並會全心全意咁愛佢。Nick 仲喺信嘅結尾寫低咗呢一句說話：你係世界上最美麗嘅女人。呢封道歉信似乎起咗作用， Fiona 最終都係原諒咗 Nick，並決定再俾佢一次機會。2021年11月1號，幾乎冇請過假嘅 Fiona 突然之間同學校請咗10日嘅病假。佢表示自己同 Nick 都確診咗 COVID， 所以需要居家隔離。與此同時， Nick 亦都以相同嘅理由同公司請假喺屋企度休養。11月12號，Fiona 返到咗學校返工，並同同事講Nick 已經同其他女人私奔咗。考慮到 Nick 有出軌嘅前科，所以呢個講法並冇引起任何懷疑，大家反而仲好心痛 Fiona。另外，佢亦都同同事抱怨，自己本來想要買斷 Nick 嘅按揭，移除佢喺房產上嘅名，等佢冇辦法再自由出入間屋，但係就被 Nick 拒絕咗。雖然 Fiona 啱啱遭受咗男朋友嘅背叛，不過佢並冇被個人情緒影響，佢喺課堂上依然好專業咁完成教學工作，態度非常敬業。與此同時， Nick 喺私奔之後一直都有同親朋戚友保持聯絡，並表示自己已經喺 Essex 展開咗新嘅生活。雖然係咁，但係佢嘅媽媽Yvonne都係有啲坐立不安。Fiona 知道之後，仲特登喺聖誕節邀請佢過嚟屋企度作客，希望可以安撫佢。事實上， Nick 對 Fiona 嘅所作所為都令Yvonne對 Fiona 產生咗愧疚感，
同時亦都好擔心 Fiona 會冇辦法走出情傷。不過令佢感到驚喜嘅係，Fiona 似乎一早已經放低咗過去。佢由咗睡房嘅埲牆，重新擺放咗家私嘅位置，仲裝飾咗花園。當晚佢哋喺後院度把酒暢談，氣氛非常愉快。見到 Fiona 容光煥發，而 Ron 亦都放下咗心頭大石。喺跟住落嚟嘅時間入邊，Fiona 參加咗同時舉辦嘅聖誕派對，佢玩得非常盡興，面上一直都掛住愉悅嘅笑容。2022年2月24號，Fiona 帶住學生去到倫敦皇家歌劇院參觀。Fiona 依然係嗰個活潑開朗嘅老師，佢用生動嘅語言同學生介紹歌劇院，令成個旅程生色唔少。Fiona 睇起嚟已經完全走出咗分手嘅陰霾，然而事情就喺短時間入邊出現咗驚人嘅轉折。2月尾，Fiona 又因為確診 Covid 而同學校請咗病假。3月8號，Fiona send 咗一封短信俾校長 Claire， 佢寫到 ：Hi Claire， 我而家唔方便講嘢，事情有啲唔對路，好抱歉令你失望啦。我呢個禮拜都冇辦法返工，我一得閒就會打電話俾你。呢封短信令 Claire 感到非常擔憂，所以佢就不斷 send 短信要求 Fiona 聯絡佢，但係就一直都冇得到任何回應。無奈之下， Claire 為咗聯絡 Fiona 嘅媽媽，搞清楚狀況。媽媽喺收到電話之後感到十分驚訝，因為 Fiona 同佢講自己被學校派到外地參加培訓課程，所以會離開一段時間。點解 Fiona 要刻意隱瞞自己嘅行蹤呢？佢嘅媽媽同 Claire 越諗越擔心，所以就決定報警。警方即刻就嚟到 Fiona 嘅屋企度 check 下，但係入邊一個人都冇。直到3月15號，警方先至揾到 Fiona 嘅下落。由於 Fiona 嘅精神狀況急轉直下，所以佢就喺 Cumbria 租咗一間小木屋，並嘗試割脈自殺。好彩嘅係，佢及時俾人發現，並被送到醫院接受治療。之後，警方搜查咗小木屋，並喺入邊發現咗 Fiona 嘅日記，內容提到佢有一個叫做 Tulip 22嘅暗黑人格，並形容佢係一個大膽、魯莽而且無情嘅人。另外，日記入邊仲詳細記錄咗自己殺人埋屍嘅過程，其中一段寫到：11月1號，我食咗成日煙，我沖咗個涼，並將啲水留喺浴缸入邊。佢一直想要發生關係，我同佢講沖完涼之後就可以咁做。當佢喺度沖涼嘅時候，我將把刀收埋喺我嘅睡衣衫袋，之後再將佢放入床頭櫃嘅櫃桶入邊。我仲拎咗鑿、垃圾袋同埋索帶，我幫佢戴上咗眼罩。當佢問我點解嘅時候，我同佢講，因為佢唔可以再對另一個女人做佢曾經對我做過嘅事啦。呢件事比我想象中困難，搬運屍體並唔似電視上拍得咁輕鬆。好明顯，日記入邊提到嘅佢就係已經同其他女人私奔嘅 Nick。Fiona 仲喺日記度提到 Nick 會喺進行性行為嘅時候向佢吐口水並恐嚇佢，而 Nick 嘅呢啲行為刺激咗佢嘅陰暗面，亦即係 Tulip 22。Nick 長期嘅惡意對待已經令 Fiona 冇辦法再繼續同佢同床共枕啦。佢經常都會趁住 Nick 瞓着之後落樓吸食大麻，並喺享受住快感嘅同時俾 Tulip 22出嚟。萬聖節嗰日，佢立定決心要解決 Nick， 因為佢係一個邪惡嘅人。2022年3月19號，警方帶住尋屍犬嚟到咗 Nick 同 Fiona 曾經嘅愛巢，並喺花園度揾到咗 Nick 嘅遺體。亦即係話喺舊年嘅聖誕節，當 Nick 嘅媽媽喺後院度同 Fiona 把酒暢談嘅時候，佢嘅仔就瞓咗喺寸步之外嘅花園入邊，慢慢咁被泥土吞噬。跟住 Fiona 就被警方逮捕咗。經過深入調查，再結合日記嘅內容，案件嘅真相亦都慢慢浮出咗水面。案發當日， Fiona 用床匙作為誘惑，幫 Nick 戴上眼罩，再用索帶捆綁佢嘅雙手，
跟住就用刀狠狠咁解決咗佢。之後 Fiona 就將 Nick 嘅遺體裝入垃圾袋，再將佢拖落樓梯。不過由於 Nick 嘅身形高大，所以要搬運佢並唔係一件容易嘅事。過程中 Fiona 撞爛咗樓梯嘅扶手，費盡力氣先至將 Nick 拖到花園。佢喺花園度幫 Nick 掘咗一個簡陋嘅墳墓，順便將帶血嘅床單亦都埋咗入去。跟住 Fiona 就喺附近嘅商店買咗10袋50公升嘅肥料，10袋22.5公斤嘅石灰岩，同埋一個花槽，並用呢啲材料填滿咗花園個窿。之後 Fiona 就謊稱自己確診，並同學校請咗10日嘅病假做善後工作。佢將沾滿咗血跡嘅睡房埲牆重新咁油咗一次油，並將客廳嘅家私重新擺放，盡量遮擋花園嘅視野。跟住 Fiona 將 Nick 嘅私人物品全部燒毀，但係佢就冇處理嗰張滲血嘅床墊，反而係將佢收埋喺地下室入邊。喺善後工作完成之後， Fiona 就捏造咗 Nick 同其他人私奔嘅故事，並利用佢嘅手機send短信俾親朋戚友，營造佢仲在世嘅假象。雖然 Fiona 聲稱自己有一個叫做 Tulip 22嘅暗黑人格，但係佢就喺日記度寫低咗一句令人感到耐人尋味嘅說話：我唔完全係一個怪物，我知道自己做咗啲乜嘢。2023年3月13號，本案正式開審。雖然本案嘅證據確鑿，但係 Fiona 都係否認咗謀殺嘅控罪，並選擇承認罪名較輕嘅誤殺罪。不過，由於其中一位證人同本案有利益衝突，所以導致審訊喺第64日被迫終止，並需要擇日重審。2024年3月25號，案件重審。一開始 Fiona 依然否認咗謀殺嘅控罪，不過可能係知道本案鐵證如山，Fiona 最後都係放棄咗無謂嘅掙扎，並喺2日之後承認咗謀殺嘅罪名。最終 Fiona 被判終身監禁，20年內不得假釋。雖然 Fiona 受到咗法律嘅制裁，但係 Nick 亦都永遠唔會再返嚟啦。Nick 嘅媽媽Yvonne喺採訪中表示， Fiona 係一個惡魔，佢冷血咁殺害咗 Nick， 仲邀請自己嚟到 Nick 嘅遺體旁邊，若無其事咁把酒暢談。每當諗起呢件事，Yvonne都係會忍唔住打冷震，而呢件事將會成為佢一生嘅噩夢。